卡婆。老弟啊，你看卖，头前迄个犯人哦，头遐是红旗旗，应该是咧行大运，安那会咧做犯人，搁双手去用扣咧？你无感觉遮奇怪吗？喂，恁四个鬼鬼祟祟伫遮撞路通啊，是要叫恁乱了？哎，姑娘，唔当误会，阮无这个意思啊。免啰嗦，我看恁这四个鬼鬼祟祟，交我来衙门接受调查。姑娘，真拄好，阮是拄好对遮过路客，请你高抬贵手，莫甲阮为难。我看恁一直咧伤这个犯人，一定有啥物企图，交我来衙门。阿仔，你无讲理。秘书啊，阿仔你讲卖咧，阿仔你讲你想这边有台啊，叫你讲好上好，你紧来救啦吼，对不对哈？你哪能讲你讲？你讲迄种人恶霸呢，可能来斗我，那是应该啦。哎，你看，上界欢喜的，你看，犯人嘛叫走去啊，我们都没关系。你哦，实在要作戆的呢。你若走去哦，咱代志就大条啊，咱若敲门哦，就洗袂清啊。听我讲。好，小叮当的，那你这个找啥叫人生囝？真正人来叫恁烦啊啦，阿达。我来你是甲讲的。看呀啦，你通误会呢，阮是甲伊无关系。小汉，快紧去帮忙遐官兵啦。好，快点，快紧，我再去大条你啥物人？甲走到阮姊妹救人。阿姊，莫甲伊啰嗦，伊一定是犹太师哦。暗中派来干是阿兄。犹太师？哎，你是甲犹太师去什么玩笑？是安怎伊那要害恁大兄？恁是啥物人？凭啥物伫遮咧问东问西？好，我看恁哦，实在有眼不识阿里山呢。你竟然连阮师傅什么人你都唔知影？那安尼我甲你介绍一个，阮师傅是风动武林呢，就是红腰旁的掌门人。那伊的名叫做赤卡婆。啥物包拢共款？啥若是敢阻止阮救人，我来甲伊拼命。三妹，别乱来！我听讲赤卡婆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武术奇人，你面对无礼。阿兄，莫阁讲啊！赤卡婆，我这两个小妹是因为不忍心看我受苦，才会要救我。阮无愿意看人无法枉法尊严，也无愿意讲看你去劫走犯人，所以我想要问你，到底犹太师甲你是结什么冤？为什么伊要害你呢？也毋是为着这个自由。自由？也哪呢？自由伫你手中吗？自从我甲自由个说话迄落奉上了后，我就毋捌看过这两项物件。也毋过犹太师毋相信，一定爱叫我交出自由。犹太师遮尔霸道，满条文武，敢拢无人有法度通对付伊。哎呀，讲起就话头长，
等若有机会，咱才慢慢啊讲。你讲自玉说话是恁讲演给皇上，啊，你敢知影讲自玉说话内底是有啥物秘密吗？秘密是啥物秘密？你放心，只要来当找到自玉说话，杨太师的报应就来了。敢讲自由甲说话拢已经失踪？这甲梁孝安到底是有啥物关系？还佫有自玉说话，到底是生出啥物款型的？可就即摆无抓表，我无倒落你看。金凤，你慢慢看下这项物件，若是有机会，你才会互因看。孝安，这件代志吼，互阮师徒吼家己处理就好，啊，恁会当离开啊。请家父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有拔过卦，卦上讲咱伫这个所在一定爱离开。3天后，不管你伫倒位，我绝对会去找你，你免烦恼啦。这边哪会用的？等下迄位官员若真信，一定会怪你放走劫犯人的人。到时阵，你要怎处理？这你免烦恼遐尼济，阮这回去只不过是有惊无险，你放心啦。还佫有一件代志，你唔通袂记哩哦。苗族的查甫人是真重义气，啊那查某囡仔是我多情的哦。小安，你都爱说你，唔通情海生风浪哦。你是咧看啥？无啊。金凤、银花，你两嘛好离开啊？是。我看咱紧将这人叫精神。来，快点，快！领主，领主，等来啦！嘿，领主，领主，那你是咧气什么？哦，气甲一个嘴翘地地，要吊猪肉，是啥物代志？你嘛爱甲我讲啊！这个要问你啊，问我，是要问我安怎？赤脚婆，你甲你讲啥物？无啊，赤脚无讲啥物啊？若无讲啥物，为什么你掠迄个苗栗紧紧看？安怎？讲袂出来是？所以在你的心目中，你根本就甲我当作是外人嘛？外人？啊，毋是啦，我是讲，无甲我当作是家己的人啊。唉，领主，你唔通乌白想。不修未报，身世未明朗。怎敢贪心孝受女方忠？赤脚婆随心是乌白讲，叫小安怎样来落口风？看伊举止紧张又猖狂，分明有事心中暗来藏。究竟赤脚对伊安怎讲？为什么唔表明，害我心惊惶？莫非伊对我只是一般同，并无半点的情愫，才会无意为放纵。小安兄，你唔免瞒我心思，唔敢讲。赤脚婆，伊早就对我落口风啊，落口风。领主，赤脚婆根本就无甲我讲啥物。哦，对啦，伊有特别交代我，叫我处理代志爱特别小心。尤其是苗栗刀剑。苗栗刀剑。赤脚婆是讲，你甲迄个姑娘。领主，我甲你讲，其实我梁小安一向对感情，会用讲是最专的。那安尼讲起来，在你的心目中有意中人啊？我讲啊，哪有要紧？你讲我听嘛。其实讲，我心中早就有意中人，只是我心肝内所想的，人对方阴招认定无，莫讲我是伫咧自作多情。你放心，有我伫的，我一定甲你斗3工。你讲的迄位意中人，敢是赤脚婆的徒弟啊？确定当？毋是毋是，绝对无可能是伊。哎呀，明主，我要甲你讲，我的意中人，远伫千里，近伫白洲前。张大哥，张大哥，你讲的意中人，甲对象就是伊哦。明主，明主，好啦，莫阁叫啊！
刘总啊，梁大哥，什么对象啊？伊哪遐生气？我，哎呀，是讲啊，你早唔来，晚唔来，你来这时阵才来。无啊，阮阿遐讲吼，叫我画迄猪肉甲蒜碗的图片互你看。是啊，所以阮才来遮找你啊。是，是讲你来找我这个时阵，实在足拄好的。拄好诶。刚刚拄只迄个阿姊咧生气，敢有关系？啊，不过阮也无得找伊啊。唔是，这个代志后摆再讲，我先甲找回来吼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我再相信你哦。嘿，啊无你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嘿，啊，阮是咧研究人的，阮替你甲迄个冤人爱甲留落来，啊，你用安尼对待阮咯？大明，卖啰嗦，跪！你要叫阮跪，啊，若要跪含犯人，就做一伙来跪啊，毋才有意思咧。我看你是咧讨背疼，卖啰嗦啦，跪来啦！啥个？哎呦，我这摆吼真正咧害死，真正咧害死啊！小卡无，哇，你实是真好大胆的，敢串通恶徒，半路要劫走林欢啊哈！小等，你讲的都唔对啊！哦，是阮苦劝迄两个少年仔唔好劫林欢咯，啥物甲阮有关联？你安就差真济啊咯！胡说！本官接到乌宝头的传报，明明就是你两个。小等咧，宝头啊，安尼人真无趣味呢。迄是阮甲你解救呢，啊若无林欢早就去互劫走啊呢。啊，你来选阮从收报，安尼就唔对咯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明明看恁个人分做两批要来劫林欢，还搁你遐强辩。你看看，这种人啊，财务啊，你千算万算吼，你绝对算唔对呀吼！你算袂到讲这个人既然甲咱稳将收报，你有听人讲过无？啊，救糖尿尿说，啊，若救人就对无讲落的啦。免紧张啦，关老爷，啊你若唔相信哦，你叫伊林欢出来，阮甲伊对质，看阮甲伊有啥物关联啊无啊？本官为着防止恁迄几个共党的，搁来劫林欢。早就将伊就地正法，你哪有人来替你做伪证哈？啊，就地处罚咯。安尼唔就死无对证啊！啊，系啊，这个吼一定输得好惨啊！车卡无，你还搁唔认罪遐？你是要爱本官甲你当大刑哈？免踮咧起拳动将。若我车卡无，有哪足惊人推的，我规身躯全肉。若叫你撞落去，我毋使变肉酱。算你目头巧。水啊，摕落互我啊！这边动了，小等下，使我甲你交代哦，无论安怎样哦，你这摆哦，你绝对唔能学袂写，啊唔能学袂转哦，你若转来哦，咱两个真正无死袂带你啊！你戆道地，啊，这若你写就袂去用推，你就紧写。哎呦，我无得趁皮疼个，啊，要写唔介简单。来，我签无你，真正写袂。哎呦，搁等来，哎呦，啊无讲无，啊愈讲当愈大人啊，怎么办啊？来人啊！将林欢甲压落去，等候出关。是。你是安尼接无打啦？明珠一去无回转。阴信专无心难宽，阴差阳错结成怨，日后唔知要怎团圆啊？怎团圆？梁大哥，都已经画好啊。梁大哥，你是咧想民主制啊？你放心啦，我阿姊吼，到即马袂回来，无伫卡一定找到民主制啊。我实在真了解伊的个性，伊一定爱甲即个气完全气煞，伊才会倒转来。假使伊若是有心，真正要来闪避咱，咱搁再安怎找，嘛找袂着伊。梁大哥，
这猪肉甲刷碗到底甲你有啥物关联啊？你是安怎遐尼着急要找着这两项物件？自玉刷碗是关系到我身世问题。啊，对啦，恁大哥当年是安怎会当去得到迄两项物件？听讲这两项物件是阮家团的宝物。阮阿姊甲我讲过，当年阮阿兄甲这两项宝物要进贡予皇上，就想要换一个官来做。啊，毋过阮阿爹真反对啊，伊讲官场上吼是非足多，像咱的苗人吼遮尔啊单纯，根本就无法度用。即马果然证明吼，阮阿爹讲的无毋对。本来官场的是非就是真济，莫讲是恁，就是阮汉人嘛是共款啊。那无共哦，像阮兄妹啊吼，常常互指指点点啦，佮甲阮骂讲啥物烦啦，我无要甲阮做朋友。我实在想无呢，迄白白拢是人，啥啊都爱轻视咱苗哩。杨大哥，你敢会甲因共款看袂起阮啊？要哪会呢？其实讲，我是来真心善的。恁为着恁大兄赴汤蹈火，万所不辞。佮再讲，无论安怎，就是要救伊出去。恁这种手足之情，杨大哥，你安怎啦？我有一个小妹，也毋过真可惜，伊已经死啊。杨大哥，歹势啦，拢是我害你去想起迄伤心的代志，你莫伤心啦吼。小兄，小兄，林子姊啊，明珠，你倒转来啊！赤脚婆已经被判刑，等候秋官。不过心情就遮单纯耍的嘛。哎呀，明珠，赤脚婆伊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今日3支我要去江路内底救人，要来毋来随在你。哎，明珠，你，哎，明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，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哎，小叮当诶！你互我拜托一下好无？唔通爱像安尼吼，家母咧打破人，安尼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行到我要作死。拜托诶，我家己的心肝，你小学者敢袂用诶？是要学啥物话？我互你害死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咱两个伫这个所在，你要用抬头啊，啊，搁有心情伫遐坐咧讲话，我不爱听啦，不听了啦。嘿，啊无是啥物人讲咱要死啊？哎，拜托你这个囡仔人吼，你真牛咧，真会。啊你吼，逐项拢唔去乌白想，我想一块才有诶无，有诶无诶，功夫加乌者，莫讲遐有空无顺诶啦。啥物有诶无诶？逐摆话你害我讲你做无算，你赚我算，那你甲失算啊吼？失算咱吼，关在这个所在，无人来救我。我现在哦都不想死，我还小小年纪呢。我跟你讲，我若是你俩气过来咧，我不想死啦。哎，你实在足害呢。你对恁这个先的吼，安尼一点仔信心拢无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做你安心，踮咧遮吼，食好落，困落去饱饱饱。是找你那边来救啦。啊，有影？我才不相信。你逐摆嘛讲这款话，我逐工拢互你摒去啦。你想过嘛了？即摆哦，咱伫迄个公场上哦，你无应该安尼哦，啊手淫开咱乌白插我规大堆，证据足稳啊啦。即马定位讲哦，迄皇上甲咱得死啊啦，啊若无哦，你莫讲查某啦，你搁是小阿娘来哦，嘛是拢没办法啦，我不知道了啦。哎呦，小阿娘啊，安尼害啊啦！像你讲安尼哦，小阿娘若知影我关咧遮，一定会来救我，因为她有爱我嘛。万一对伊若来的时阵哦，啊若去用克洛索，搁去用掠去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就惨啊！三个安尼惨啊啦！是你在惨啦，小安当时亲像你安尼遮尔啊扑龙讲，伊对我足有信心的，你放心，伊做代志袂像你遮尔啊疯狂，伊一定对我有信心，一定会等咱出去找伊，知无？去找安尼哦？对啊，安尼一较加载淡薄啊，我嘛是惊呢。好，你定静静，我互你吵到拢无法度坐啦。大人，去将小叮当押出来。
阮原另有谈要甲你问。是。嘿，是啥意思？哎，你这个黄毛瓜，我这个糊涂蛋啊，我这个吃西瓜，我小叮当了，我不管了，我把我放掉在你，你叫你搞我师傅啊！我来来，救人啊！师傅啊！救人啊！哎呀，我这一时爽过，哪无把这个挂？但是啊，小叮当都爱受这款的苦。老师啊，肯定噻，犯人已经压啦。小叮当，人讲你无想要知影本地是啥物人？你哦，我才听去声知影，你就是迄个犯人。哎呦，啊，毋是地关我已经甲你刣死啊，可啰嗦啊！啊，你哪会讲话？无唔对，伊已经死啊。好，你去看卖，我是啥物人？哈，是你，你阮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多送天气一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孝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